准总统赖清德搁一个月就要上任，中国19号先宣布启用 M503航线，各公告针对为台湾进口的材料 PC 征收上悬22.4%的反倾销税，现今呼吁中国卖政治操作影响无益。经济部也有协助业者分散风险。那学者是认为，在赖清德就任之前，中国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作为。中国商务部19宣布，认定原产伫台湾的聚碳酸酯 PC 存在倾销事实，20开始征收上悬22.4%反倾销税，为期5年。聚碳酸酯主要用伫电子电器、汽车光学包装、医疗器械等领域，也是恶化的早收清单项目。根据公告，受影响业者有台化加出光石化9%，基美实业12.2%，基林科技12.2%，其他台湾地区公司22.4%。补助业者来聘请律师，有争取到中判裁定比较低的税率。今年开始，我们会跟业者透过业结盟的方式，带他们去拓展一些新的市场，印度、东协甚至非洲。台华董事长洪福元讲 ，PC 输往中国无存在反倾销行为。基美指出 ，PC 塑料加上附加税难免有影响，希望甲中方继续来协商。也来行政院是呼吁中方莫用政治操作来影响正常贸易关系。不过，中方19先宣布启用 M503收集航线，伊个公告反倾销税。5日后，准总统赖清德搁1个月就要就职啊，一天连续出2招。学者分析，无排除中方要更加做施加压力的动作。他可以用放谣言的方式，比如说。我们的某些邦交国其他产品，它也可以说要启动新的调查，可以用的手段，那么可收可放，间接对未来的赖政府施压。学者认为，中方最近积极邀请台湾人士访问中国，甲受就赖政府对着施加压力了后反应甲说法有关系，对着伊搁做出判断有帮助。未来政府对着中方政治性的出招，有关必须小心来应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